小朋友同大朋友，你哋好啊！今日福音係講耶穌嘅誕生係咁樣開始嘅。瑪利亞同約瑟訂咗婚，但仲未結婚前，瑪利亞就因聖神而懷孕。約瑟係個好好嘅人，唔想公開羞辱瑪利亞，所以想靜靜休咗佢。但係有一晚，天使喺夢入邊同約瑟講：約瑟，你唔好驚，快啲娶瑪利亞做你太太啦，因為佢懷嘅 BB 係由聖神而嚟。佢將會生一個仔，你要為佢改名做耶穌，因為佢要拯救世人。約瑟瞓醒之後，就照住天使講嘅話去做，娶咗瑪利亞返屋企。小朋友，今日嘅福音好重要㗎，因為佢講緊耶穌點樣嚟到世界，點解佢嘅出生係咁特別。你諗下，約瑟本來好唔明白發生咩事，但佢仍然選擇相信天主，選擇愛同保護瑪利亞。耶穌嘅出生唔係普通嘅 BB 咁簡單，而係天主送俾我哋嘅最大嘅禮物，唔係好似聖誕樹下面嘅禮物。耶穌 BB 比起所有禮物都珍貴百倍千倍，因為耶穌嚟係為咗帶愛、帶光、帶希望俾全世界嘅人。今日我哋可以問下自己，我哋願唔願意好似約瑟咁，相信天主為我哋安排嘅道路呢？聖誕節就到啦，我哋準備好個心迎接耶穌嘅愛未呢？我哋可以做一啲咩少少嘅好事，將愛送俾人，例如同屋企人講一句我愛你，主動幫手做家務，同埋關心同學，安慰佢哋。呢啲都係迎接耶穌 BB 嘅最好禮物啊！親愛嘅天父，多謝你派耶穌嚟到世界，帶俾我哋愛和希望。求你教我哋學約瑟咁，相信你，同埋用愛去服侍身邊嘅人，亦都求你幫我哋準備好個心，迎接耶穌嘅誕生。阿們。